主后2023年6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是保护我的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8篇。上主，我的快乐啊，我敬爱你。上主是我的山岩，我的要塞，我的拯救者，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石盘，我要倚靠伊。是我的盾牌，救我的快乐，我的堡垒。我要求叫应该受称赞的上主，我就得到救，脱离对敌。死亡的锁填我，毁灭的大水互我惊。阴府的锁捆绑我，死亡的罗网网着我。我伫苦难中求叫上主，对我的上帝求救。伊伫伊的殿内听我的声，我伫伊面前的恳求有入伊的耳孔。伊受气，地就摇拽，山的地基嘛震动摇搁拽。对伊的鼻孔有烟冲出，对伊的喙有火发出，连涂炭嘛倒起来。伊踢开天，亲身降临，伊骹下有厚厚的乌云。伊徛天使基路伯得飞，伊坐风的室冲落来。伊用黑暗做伊覕的所在，伊用水甲密云围起来做帐篷。冰雹甲底倒的炭对伊临在的光射出来，突破黑暗的密云。上主对天年弹雷，至悬上主出声，阁有落炮甲跌倒的炭。伊射箭，互对敌四散；伊发出线呐，互因混乱。上主，你一个责备，你鼻孔一开一个出，海底就露出，大地的根基嘛露现。伊对顶面伸手救我，对大水甲我救出来。伊救我脱离凶猛的对敌，以及怨恨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我拄着灾难的日，因来攻击我，毋过上主是我的倚靠。伊带我到开阔安全的所在，伊救我，因为伊意爱我。上主因为我正直报答我，因为我的所做清气报赏我。因为我遵守上主的道路，毋捌做歹离开我的上帝。伊的律法我拢有遵守，伊的礼仪我毋捌放杀。我伫伊的面前无通指责，我保守家己离开罪恶。因为我正直，上主报赏我，因为伫伊的目睭前，我的所做清气。主爱的人，你用主爱对待伊；顺全的人，你用顺全对待伊；清气的人，你用清气对待伊；毋过奸诈的人，你用冤巧对待伊；困苦的人，你解救伊；自高的人，你甲伊降低。你点着我的灯。上主我的上帝，甲我的黑暗变做光明，因为我倚靠你，会当攻破敌军；倚靠我的上帝，会当跳过城墙。这位上帝，伊的道路完全，上主的话有计划锻炼，倚靠伊的，伊做盾牌保护因。上主以外，减有别个上帝，阮的上帝以外，减有石盘通倚靠。
伊就是迄位用气力下我的腰，互我的路安全的上帝。伊互我的脚亲像鹿牛走，搁互我徛伫悬的所在。伊训练我的手咬交剑，互我的手会开重的弓。你用盾牌解救我，用正手扶持我。你屈家甲我高升做大。你互我踏的地开阔安全，我的脚毋捌脱臼。我对我的对敌到入着因，因无灭亡，我袂倒转。我拍因忝忝，互因爬袂起来，到因倒伫我的骹下。你用气力做大下我的腰，互我咬交剑。你互攻击我的人拢降服伫我下面。你互我的对敌活转身逃走，互我消灭怨恨我的人。因求救无人救因，求叫上主伊嘛无应。我甲因对到喙喙，亲像土粉互风吹散，甲因摒出，亲像街路的土糜。你救我脱离反叛我的人民，你设立我做列邦的头，我毋捌的人民会服侍我。因一个听到我的名就顺服，外邦的人屈身投降。外邦的人衰退，惊吓摇摇带，行出因的阵地。上主永远活地，愿我倚靠的石盘得到称赞，愿救我的上帝受高举。伊就是为我伸冤迄位上帝，伊互众人降服伫我骹下。伊救我脱离我的对敌，上主啊，你提拔我较悬攻击我的人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上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伫列邦中感谢你，唱歌称赞你的名。上主使极大的救恩，互伊设立的王，施了慈爱，互伊抹油选立的人，互大卫甲伊的后代直到永远。上主是保护我的。诗篇18篇的内容，也通伫撒母耳记下卷22章找到。这是大卫脱离扫罗和其他仇敌的手的时所写的诗。对撒母耳记的记载，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位国王。大卫因为打败非利士大汉人歌利亚，成做人民眼中的英雄。以外，大卫也是上帝放杀扫罗以后，派先知撒母耳另外抹油设立的王。扫罗因为嫉妒大卫，想要甲伊除掉。拄开始，扫罗只是指派一寡艰巨的任务，想设局借刀杀人，无想讲大卫拢顺利完成任务，搁累积搁较大的声望。后来扫罗归去也毋搁假啊，直接派兵要掠大卫，甚至济遍亲自带队追杀大卫。咱通想象，家己若是大卫，那安尼会是安怎样的心理压力呢？我靠上帝的带领，确实有惊无险，闪过几遍的危难。毋过，即便是国王扫罗亲自带兵来要掠我敢应该去自首？检采只要甲话讲互清楚就好。虽然我互先知撒母耳抹油设立做王，毋过我并无篡位执政的野心啊。我应该对王讲互清楚无？还是继续逃亡咧？
着安怎才通返去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咧？安尼逃亡的日子还需要偌久啊？或者真正亲像先知讲的，有一日我会做以色列王，是无？逃亡的日子渐渐久，检菜互大笔踏入惯死落草为寇的生活。致使伊互拿巴侮辱的时，受气率领400名部下，要去杀灭拿巴全家。改在拿巴的某艾比该带利米前去谢罪，劝阻大笔讲：将来上主照伊对我的主的应允成就一切好事，选立你做以色列的领袖的时，我的主就毋免为着无缘无故杀人，还是替家己报仇，直到后悔自责。艾比该的行动不但拯救拿巴一家人，也互大笔有新的眼光。虽然目前互逼上梁山，毋过将来做王的应允一直拢伫咧。这应允毋但深藏伫大笔的心里，连艾比该也安尼看，搁适时出声帮赞大笔。2020年6月初10，高级教练机永盈号伫台中青泉港机场首度试飞。永盈号平常通做教练机和训练机，必要时也通挂炸弹上场战斗。检采有人对台海两岸紧张的局势感觉焦虑，认为台湾为甚物毋凡事顺应中国的讲法，换取经济利益和和平？为甚物还要发展军备咧？事实上，咱无需要遮尔软脚头乌。中国急要紧夺取台湾，除了需要处理因内部各项的包袱，台湾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对这个独裁政权来讲，也是较食拼拄着刺。因为台湾的民主政治不是提醒中国14亿的人民，因也通选择过另外一种生活方式。愿上帝帮助咱。默想，当我经历困难的时，我是怨天尤人，还是相信上帝保护？经过困难，重新省思，这困难对我有甚物意义呢？当我经历困难的时，我是怨天尤人，还是相信上帝保护呢？经过困难，重新省思，这困难对我来讲有甚物种意义呢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你捌带领大笔经过凶险，落尾做以色列的王，相信你也会帮助我度过困难。愿你对深水中救我出来，互我活出你对我的呼召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